使来了。见过魏夫人。樊长使许久不见，别来无恙啊。姐姐该知道我一直在病着。是啊，是我们牵连了你。谁让你也是魏国的应女呢？夫人，我尽管病着，可是心里也还是惦记着姐姐的。那真是难为你了。姐姐这是在做什么呢？又是笔又是墨的。我在给大王上奏折。上奏折？可是大王连你的写书都不看，他怎么会……这封奏折，大王会看的。魏王十恶不赦，屡屡与我大秦为敌。臣妾恳请大王即刻出兵，征讨魏国。你看，我愿意公子华阵前为将，当征讨先锋。夫人，你要公子华去征讨魏国？是啊，你这是……夫人，魏国可是夫人和我的母国呀。让自己的孩儿去征讨自己的母国，想必你是以为我疯了。但这是大王愿意看到的我的诚意。真正的血书不用割破手指头，你仔细看看，这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是血，都是血。王后，昨日双星半月，宫里头说此非吉兆。哦，有此事。大王已经让永相令准备东西到祖庙去祈福消灾。你们两个去膳房看看，我一大早就做了枣泥糕，公子闹着要吃，都这时辰了，还没给送来。是。王后在想什么？双星半月，金木争辉。我记得那公子华是金命，可我的当儿是木命。说起来，公子华在诸公子当中最受大王器重。前不久魏夫人主动上奏，恳求大王伐魏，还提议公子华作为先锋。大王虽未即刻首肯，但魏夫人壮士断臂，已让大王动心。秦魏交兵是迟早的事，倘若公子华出师大捷，说不好魏夫人那一头就可能死灰复燃。这个做母亲的还真是狠心，她就不怕战场上刀剑无眼？得想个办法让大王忽略此事。对了，大王的寿辰就快到了。奴婢怎么记得大王好像不怎么过寿辰啊？去年也是这个时候，你跟大王提起要给他办寿宴，大王好像回绝了。那是因为梦莹拒婚，大王在气头上，但今年就大不同了。双星半月是凶兆，该有喜事来冲一冲，哪有不办的道理？那是得好好筹划筹划。大王向来节俭，操办起来可不像我们当年楚宫那样，但排场还是要的。明日你把永相令穆庆招来，他上任半年，人还算伶俐，我会吩咐他把诸事一一打点起来。是。
怎么样？明日大王寿辰，王后要后宫嫔妃各自准备贺礼。别人都是送金送银的，咱们送的最贴心。虽说是赶做的，要我看也还说得过去了。夫人的针线在宫中也是无人可比，再加上魁姑，谁还能有什么话说？当然有话，那就是好的不能再好了。哦，你们这好热闹啊！大监，拜见八子。大监免礼。啊，给大王祝寿的。是。哦，这几手绣的真是活灵灵的。寿与寿又同音，的确很好。大监跟着大王，什么好东西没见过？能勉强入大监眼的东西，那就算是能过得去了。我夸的不仅仅是你的针线，还有你的心思。宫中不缺巧手的女人，但论慧心巧思，恐怕只有八子是第一份。大监谬赞。记得八子刚入宫的时候，从头到脚那叫个素净。如今衣裳艳丽，人也俏丽了，这可真是人靠衣裳，马靠鞍呐。大监既拿我取笑。八子，老奴这次前来有一事相求。大监请说。近日前朝事情甚多，大王的心情不好，八子该花费点心思，借祝寿的时候，一定要让大王宽心解忧。那是自然。那老奴就告退了。大王看了我的上书，虽然没有多说什么，但总算是点头了。所以，一旦秦国对魏国开战，必会派你上阵。母亲放心，孩儿定不会给父王和母亲丢脸。母亲此举也是无可奈何，华儿的前程都在这军功上了。说起军功，孩儿想起一事。昨日我遇到了王叔公子思，见得我好一顿抱怨，说他尽管是先王之弟，可他的田宅车马衣饰，竟比不上朝中一个大夫。而且这样下去，用不到10年，他的子孙便会住无居所，食无所保，流落街头。秦国凭军功，论贵贱次第，显荣都是靠脑袋挣来的。我是真的不想让你到战场上去冒这个风险，但秦律规定，无战功不可世袭官位。公子思在嬴氏旧族中举足轻重，你还是要与他交好。处离子是总拨，你找处离子替他说说吧。今日宫内外不太平，许多旧族因为双星半月的天象，故造凶祸之兆，说月与岁星同光，吉有吉亡，法古无过，天谴大秦，王侯将相谋不轨。还有人上书要求恢复旧制。先王尊商君而变法，寡人杀商君而尊商法，废了旧世卿世禄制，根据军功大小授爵，让那些旧族们富而无荣华。他们是想借天象要挟寡人。这些年新法民已殷富，国已富强，但仍有些旧族们心存怨愤，鼓噪之声如夏日蚊蝇，不绝于耳。王兄要对这些视而不见、听而不闻，恐怕很难。为了这新法，已有无数人前赴后继，寡人走的是无法回头之路。大王，该是去交房殿的时辰了。嫔妃们
都在那儿等着要给您祝寿呢。此刻寡人哪有这个心情？大王，大家既然想热闹热闹，大王就去凑凑去吧。把这个放在案几上。今日可是大王的寿辰，你们都好好布置，不许偷懒，听见没有？是。准备的怎么样了？王后，准备差不多了。王后，众夫人都来了，那魏夫人也来了，还带来了寿礼。我没派人去请她呀。王后，今日是大王的寿辰，那魏夫人又未获罪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拜见王后，拜见王后，拜见。多免礼吧。今日是大王的喜庆之日，姐妹们正好聚一聚，用不着拘着。王后，木星刚刚来传话，说大王已经下朝，应该马上就能到了。快布置好，大王要来了。是。这边。看着屋子布置的，王后可没少花心思。永相令新上任，为了讨王后欢心，弄得这后宫人仰马翻的。可我听说，先王后在世的时候，大王不大过生辰的。新王后有新王后的规矩呗。大王到！臣妾见过大王。拜见大王。都起来吧。大王，快入席吧。听说王后为了寡人的生辰，已经忙了好些时日，还不是图个松柏长青、日月长明的吉利。王后辛苦了。算不上辛苦，只求大王欢喜。姐妹们也都准备了贺寿的礼物，臣妾特地叫人训练了一班歌舞女伎，为大王助兴。王后和爱妃们的心意，寡人领了。可不赶巧，今日寡人要去见个故人。这酒宴和歌舞，还是由你们带寡人去享用吧。大王，王后不必懊恼，寡人的生辰年年都有，错过了今年，还有来年。故人？哪一位故人？一定是大王看中的故人。大王的心思可不是我们这些做臣妾的能猜测得到的。说来也不奇怪，这些年大王并不重视自己的生辰。大监，王后，米八字，大王让你跟他一块儿去见故人。米八字，请。王后恕罪，明月不得不先过去了。大监，王后，能否告诉我，大王不过生辰的缘由？这老奴就不好多嘴了。那这寿宴怎么办？哦，大王说了，请王后和夫人们自便。大王，大王，跟寡人出宫一趟。是。
你怎么不说话？大王想要芈月说什么？你总该问问，今日到底随寡人要去何处？大王若想告诉我，自然会告诉我。难道你一点没有小女子那种好奇心？芈月不知道大王喜欢小女子，那下次芈月随大王出行，一定喋喋不休。寡人就是喜欢你这个脾气，千万别变。跟着去吧，慢一点啊。把祭品放好。是。自君之后，世上再无一人可与你比肩。寡人一直以为，公孙衍能做寡人的另一个你，但没想到他逃离开秦国，与寡人却渐行渐远。当初你离开秦国的时候，可也怀着满腔恨意。你是寡人终身的仇人，也是寡人终身的恩人。你刻薄少恩，行事极端，功高震主。当年寡人还是太子的时候，不慎犯错，竟连累太傅受了异刑。寡人继位，若不重罚你，这大秦的天下岂不成为你的天下？寡人借你的脑袋立威，制住老氏族内乱，缓解诸国相逼的压力，让寡人有了周转腾挪的天地，你也算死而无憾，该含笑九泉。现在知道这里面埋的人是谁了吗？商鞅，商君。商君之墓为何会在这样一个荒芜之地？寡人继位后，将商鞅以谋逆之罪五马分尸，曝尸于世。后
后来商鞅的门人悄悄收起残尸，准备带到魏国去。经过关卡的时候被查获，弃尸而逃。当地守将草草将其尸身埋葬于此处。大王这些年有时素服出宫，原来是来祭奠商君。商君与寡人可谓祸福相连。世人有谁知道，商君去世之日，也正是寡人的生辰。难怪这些年大王很少过生辰。芈月，既然你已知道此事的全部底细，事关重大，切不可向任何人提起。你明白吗？臣妾明白。大王生辰去见故人，要说陪伴，也应该是王后，哪轮得到他芈月？王后平日性情好，总是对他包容忍让，怎么样？还是欺负到王后头上来了？你们这些蠢人闭嘴！大王出行要谁陪伴？岂是他一个芈月能左右的？我伤心的是，大王出行，明示于他，却隐瞒于我们。芈月那狐妹子手段，我们又不是没见过。你们只知道以色示人，芈月偏偏用的不是你们想的那种手段。自古后宫，谁不是以色示人？以色示人，色衰爱弛。况且大王并非爱色之人，我对大王真心，大王未必珍惜。大王想要的是懂得他心思的人。莫非芈月有读心术？你们先下去吧，我发了。王后一日没吃东西了，这菜都凉了，奴婢去给王后准备晚膳吧。我不饿，我只想一个人坐一会儿。月儿，今日之事，只怕是真的得罪了王后。我也为此担心。好在王后自小仁厚，心术不坏，你们姐妹只要能把话说开了就好了。可有些事情，我又是实在不能与她明说。那就有空多去交房店走动走动，别让那些离间生事的小人见空插蝎子。姑姑说的对，我这就去看看姐姐。姐姐，姐姐，你不是在生我气吧？没有。可姐姐分明是在生气。那你就告诉我，你今日与大王去了哪里？
见了哪位故人？这就是我特意要来见姐姐的原因。我今日与大王去了哪儿，见了何人，却是一字也不能向外人吐露。外人？你我是姐妹，我从没有一件事情隐瞒过你。姐姐，此事真的无奈，还请姐姐海涵。既然如此，你来我这儿，还不如不来。姐姐，真的抱歉，我不想得罪了姐姐，更不想与姐姐生分了，还望姐姐谅解。回去吧。看一看，看一看嘞，看一看，看哪路？对不住。等，我刚刚想起来了，你采买的单子里面要加上川贝母、益母草和连翘，店里头断货几日了，宫里的女医治几日要用的。那个女医治啊，最难打发了。上次店里给她准备了川贝母，她说那是北贝，药性差，材料不好。还说啊，他在楚国的时候只用松贝和青贝，要不是这两种，他不要。那你就给他找松贝嘛，反正是宫里要的东西，又不会差我们的钱。去吧。好吧。母监，水。哦，是大王。天太热了，该让永相令给各宫发送兵了。今年的天儿热得特别早，往常都是夏至才开始送兵，可眼下离夏至还有小半个月呢。等夏至到了，寡人要出宫去祭地。上回生辰寿宴，寡人撒了王后他们的信。这次夏至，赏些好衣料、首饰给后宫，让王后操持着办，也让他们高兴高兴。是。王伯。哟，女医治来了。王伯，上次我要的那几味药准备好了吗？有了，都给您备好了，请稍等。好。白菜，新鲜的大白菜。益母草和连翘是最好的，这次的川贝母是松贝。好。谢谢啊。看一看。多谢。谢谢。慢走。姑姑，你，姑姑别来无恙。黄公子，不错，你没死啊？九死一生。大家都以为你死了。芈月进了宫，被大王封了八字。我知道。那此时你在这咸阳城里做什么？孤魂野鬼，隐姓埋名。想必你一定是受了很多苦。
你和芈月真是命途多舛呐。姑姑，你若真的是怜惜我们，就帮我送封书信给月儿吧。我想让她知道，黄歇并没有死。好吧。也真是的，这么热的天，看着这些毛皮就烦心。后宫这些琐事也是大事，首饰衣料都要公平赏给各宫妃子，多了少了，好了坏了，都可能辜负了大王的美意。我叫你们来，也是让你们给我出出主意，看看如何赏赐才好。是大王和王后的赏赐，凭谁还敢争不成？哼，哪有那么简单啊！每一样东西分到嫔妃们手中，都是带着斤两的。后宫女人闲极无聊，颠来颠去，就是在比较这分量。稍有差池，是非无穷。那王后说该怎样？先点点数目吧。素纱5匹，这素纱是由纤细如游丝的蚕丝织成，质地清透，如云如雾。可惜只有5匹，绫纹仅12匹。别看这绫纹不起眼，制作起来却很花功夫的。举纹锦24匹，皱纱16匹。王后，芈八子来了，让他进来。是。哎呀，最近几日，芈八子往王后这儿跑的可真勤呢。拜见王后。免礼。姐姐，这是在忙什么呢？夏至到了，大王赏了些东西给后宫众人。芈月妹妹素来聪明，你来的正好，刚好替王后分忧。大王还赏了些毛皮，我让人拿了些样子来，有狐皮、貂皮、狼皮、猞猁皮，数量不少。你们看是按人头分，还是按位分分好？就按人头分吧，省心省力。按位分好，免得乱了尊卑。依我看，数量多的就按人头分，数量少的就按位分排。那就照芈月的法子吧。哟，妹妹怎么了？这皮子味好重。芈月妹妹这身子可真金贵啊！王后在这忙活这么久，都没嫌味儿重，你这刚一来就受不住了。八子，你这是哪儿不舒服了？月妹妹，快坐下歇息。这几天热得厉害，别是中暑了，喝口水吧。不知怎么的，我就突然觉得恶心。珍珠，去太医院叫太医。是。天气这么热，是人都会觉得不舒服。太医，八子有事儿吗？当然有事。禀告王后，芈八子有喜了。你说芈月有了身孕？是的，王后。恭喜芈八子。恭喜八子。八子。香儿，多加点冰块，八子怕热，然后再去膳房让他们熬点小米粥，那东西养胃。是。慧儿，再去拿个厚的软和的褥子过来。是。大热天的，弄那么一个厚褥子干嘛？傻丫头，你是不怕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怕。八子，大王来了。
别动，别动，坐着别动。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？怎么了？你们怎么突然都把我看成面人了？一捏就碎啊！从此你在寡人眼中胜过金枝玉叶，捧着怕摔了，攥着怕化了。木见到宣师殿禀报这个消息，寡人真是欢喜。这孩子来的意外？为何意外？寡人等他已经等了许久了。丫头，你的心比谁都野。寡人一直担心这宫中装不下。如今你有了孩子，你就会收心了，对吗？过去我的命是我自己的，如今有了这孩子，我的命就是这孩子的了。说什么傻话！你和孩子的命都是寡人的。给寡人生个男孩，寡人要带着他驰骋四方，征战沙场。臣妾却只愿少司命保佑他一生平安，无争无忧。你们楚人的少司命真的那么灵光吗？臣妾出生时，若非少司命庇佑，早就命丧黄泉了。好。大王，拜见大王。免礼。你八字有了身孕，寡人打算把八字的保胎安胎之事交给你们两人。李密，你主管诊脉下药，医治亲自调理芈月的饮食。你们要细心打理，切不可有任何差池。是。兔儿，你看，哪来的黄雀啊？永香令让我拿来的，说是大王赏的。八子现在有身孕了，不能外出，怕它闷得慌，让两只小鸟陪陪它。把鸟拿来。我从小喜欢打鸟，但从来没有把鸟关进笼子里。把它们挂在屋檐下吧，让它们日日给你和孩子唱歌。关在笼子里，本就是他们不情愿的，鸣叫又怎能动听？姑姑，你都做了大半日的针线了，也该歇歇眼睛了。姑姑这一辈子都是给小孩子做衣服，在举姬身边的时候，先是你，后是蓉儿，再后来举姬去了，就是小冉。眼看你们这些孩子都长大了，我又开始给你们的孩子做衣裳了。姑姑，我们都是你的孩子。姑姑能给你的孩子做衣裳，心里高兴。月儿也要有自己的骨肉了。要是你娘亲跟举姬能看到，该有多好啊！娘亲和举姬定想不到，我会有一日嫁到这秦宫来。以你小时候的野性子看，无论是嫁到哪个后宫，都是管束不住你的。可如今，我就跟那黄鸟一样，关进笼子，想飞也飞不出去了。这世间就再也没有以往的芈月了。智姑姑，八子该喝安胎药了。智姑姑，大王让你到慧院来照顾我，辛苦你了。只要你好，你腹中的胎儿好，我再辛苦都不算什么。女医治是看着你出生的人，如今又要看着你的孩子出生了，也是缘分。智姑姑，听你说起过你的独子金儿这2年到咸阳来做生意了，如今也该娶亲了吧？
金儿去年娶的亲，眼下媳妇有了身孕，我也是要做祖母的人了。知姑姑好福气。我这里好久没人来了，今日你来看我，真是稀客。我知道你一贯喜好清静，来多了也是不胜叨扰。其实宫中也就你我二人比较清闲，大王又难得到咱们的住处来，你我的公子又都长大了，大王又另赐了住处，你我偶尔聚一聚，两闲并一闲，那也是自得其乐。闲有闲的好处，如今宫中最热闹的就是会院。芈月有了身孕，受大王整日眷顾，别人自然趋之若鹜。可你事事都好了，就会有人眼热，那不好的说不定就来了。妹妹说的有道理。夫人，大王来了。谁？大王。拜见大王。好久都没有来了，闲着无事，来看看你。你也在这儿，可见寡人今日是来对了。多谢大王。宫中都说长宁殿清雅宁静，可惜太大，太过冷清。大王说的极是，偌大的宫殿只住着我们主仆几个人。自从焕儿搬出去，臣妾也觉得冷清了不少。既然嫌冷清，寡人就安排个人跟你一起住，如何？多谢大王体贴，臣妾正缺个妹妹作伴呢。你看芈月如何？刚才臣妾还和妹妹念叨起芈月，那真是臣妾之幸。芈月住的会院过于荒僻简陋，也安排不开过多的奴婢。如今芈月怀有身孕，寡人想让她换个地方。大王请放心，臣妾好歹也养过孩子，大王尽管把芈月交给臣妾便是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恭送大王。哎呀，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。大王既然已经开口了，你推也推不掉，倒不如欣然接受。哎，看看啊，新鲜的萝卜。谢谢，谢谢。公子歇。公子，公子歇。嘘，张子，你这是要害死我吗？你跑什么呀？我是在帮你呀。你就别瞒我了。前几个月每日都在四方馆外面溜达，如今又跑到这儿来，怎么是要喝酒还是要买药啊？张子，你也是一国相邦，为何要偷窥我的行踪呢？偷窥？我告诉你，有两种人会偷窥，一种是真惦记你的，一种是真想算计你的。你说我张仪会是哪种人？我一直想帮你，你就是不听我的劝。离开咸阳吧，我还可以给你备个盘缠。到了外面之后，以你的才华辅助一国君王，前程定不在我之下。像你眼下这样一意孤行、执迷不悟啊，你一定会累及他人，伤害无辜。张子，你的话也有道理，多谢你的奉劝。芈月也是太过分了。唐夫人毕竟是大王当太子时身边的旧人，在后宫的位分，除了王后，无人可比。让她住进长宁殿，也许过不了多久，
芈月就想搬进交房殿来了。王后，你听说了吗？为了讨芈月的欢心，大王竟然让人在宫中给芈月建了个祭祀少司命的神祠。我们跟随王后嫁入秦国，哪个不是入乡随俗？祭祀朝拜，后宫都有定制，凭什么只有她能破例？还不是因为她有了身孕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后宫的女人哪个不会怀孕，哪个不会生孩子？你也服侍过大王，为何你就没有身孕？王后，我说那么多有何用？大王宠她，怀孕是迟早的事，有了身孕更得宠，也是情理之中。她没孩子时，大王宠她也就罢了，如今她有孩子了，若将来生出来的是位公子，那她说不定就会和王后你平起平坐了。她要真跟我平起平坐，那也是她的本事。王后，你们不要鼓噪了。长宁殿一事定是大王安排的。我与芈月是姐妹，大王把她安排在长宁殿，而不是交房殿。不知大王是顾忌我，还是猜忌我？王后，芈八子来了。妹妹，姐姐，妹妹快请起。自打妹妹有了身孕，也不常出来走动，让姐姐好生惦记。说来古怪，我腹中的孩儿定是个贪睡的，弄得我每日做什么都打不起精神，只是瞌睡不断。我怀荡儿的时候不也是辛苦？那时行事莽撞懵懂，开罪了大王，被禁足在交房殿。幸亏有你，我日子才好过些。芈月以姐姐手足之情，我为姐姐做什么都不过分。此话应当由姐姐来说。我在后宫身为王后，理应为妹妹遮风挡雨。可你入宫这些年也吃了些苦，好在苦尽甘来，怀上了大王的孩子，终身都有了依靠。姐姐真替你高兴。哎，你来，过来看看。你觉得这个地方如何？刚刚经过小院，这院子幽静清雅，再过几日桂花飘香，定别有一番风景。我打算让人在朝阳处种些腊梅，在这后院再种些青竹，这样无论冬春都有景色可看。姐姐想得真好。这偌大的交房殿，正殿有我住着，东西两个偏殿，一个由孟昭氏和景氏站着，还有一个就是眼前这个了。说起来也比正殿小不了多少，一直都空着也怪可惜的。今日我请妹妹来，就是替姐姐拿拿主意。妹妹一向心思奇巧，帮姐姐看看这地方还需要添什么摆设。月啊，你看王后今日叫你到交房殿，是不是还有别的话要说？她没说出口的话，应当是她最想说的。王后不会是……我何尝看不出她的心思？她既没说出口，那我只好装聋作哑。我常常会想起当年姐姐与我的亲近，眼下的疏离，真叫人心寒。舌头跟牙齿都免不得打架，若有合适的机会，还是要和王后修好。此事已与唐夫人和芈月说妥，永相令也带人去给长宁殿重新挑选了陈设。王后却有异议，这是为何？芈月不仅是臣妾的应侍，更是臣妾的亲妹妹，臣妾与她一向亲近。如今芈月有了身孕，理应住到交房殿，由臣妾亲自照顾。大王却让她到唐夫人的长宁殿。知道的人会说唐夫人为人稳妥，大王考虑周全。不知道的还以为臣妾容不下自己的亲妹妹，硬要把她赶到唐夫人那儿寄人篱下呢。那依王后之意呢？交房殿是后宫最大的殿宇，
正殿由臣妾住着，东偏殿由孟昭氏和景氏住着，可西偏殿整个都空置着。与其让芈月去打扰唐夫人，倒不如让她搬到交房殿来。寡人只是想，荡儿还小，又有那公子壮需要你随时照应。他不是你亲生的，相处起来可能不容易。大王放心，这些事都是臣妾的分内事。只可惜那公子壮与荡儿相差太多，弄得荡儿总是一个人在交房殿里孤单单的。若有了芈月的孩儿，两个人可以相依相伴，一同长大。王后如此识得大体，体贴贤良，就照王后说的办吧。谢大王